Hello，大家好，我係李易老師。最近比較上多人去討論嘅新聞呢，就應該係可伯同埋何太大打出手。咁隨即咧喺我嘅 WhatsApp group 裏邊呢，就見到一地花生殼。咁今集呢，到底係咪討論佢哋嘅八字呢？咁就當然唔係啦，因為根本揾唔到相關資料。但係都係因為可伯同埋何太啦，咁就令到我想同大家討論一下喺八字上面咧配對嘅一啲嘅迷思。因為咧我就見有啲學生啦喺度問我，起咗八字盤之後咧，兩個八字日元天干相合係唔係等於好呢？咁今集我哋就嚟探討一下呢個問題啦。如果中意影片上面所講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share 同埋撳埋旁邊嘅鐘仔，同埋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 咁你就唔會錯失頻道上面最精彩影片同埋八字教學內容啦。好，咁我哋就開始啦。咁我哋先嚟 recap 一下一啲嘅基礎內容啦。咁八字嘅日元到底有幾多個呢？咁當然啦，就係得10個嘅啫。咁因為咧天干得10個，咁每一位學習過八字嘅朋友啦，都會知道起完一個八字盤一定要定嘅位置就係命主嘅日元天干係啲咩？例如甲就係木啦，戊就係土啦。而當你起完自己個八字盤之後啦，你可能會嘗試幫身邊嘅人都起盤。咁例如自己嘅屋企人啊，又或者朋友。咁當你發現你嘅日元天干同對方嘅日元天干有合嘅關係，咁自自然然可能會覺得你哋兩個都好合得嚟喎。咁天干嘅合啦，有邊幾種呢？咁我哋就嚟複習一下先。有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同埋戊癸合呢5個組合。如果我哋假設有兩個命盤，一個係左手邊嘅甲木日元，而另外一邊咧係右手邊嘅己土日元，而甲同埋己呢兩個嘅天干咧有甲己合嘅關係。咁到底係咪能夠代表兩者係可以合得嚟呢？咁就當然唔可以啦。呢種情況呢，就係有1/10嘅人呢就同你好夾得嚟，咁另外咁9%呢就唔係好合拍咁樣。咁如果真係咁容易嘅話呢，咁就真係 DeepSeek 都可以用嚟算命噶啦。咁記住啦，呢一種單一嘅論斷方式啦，我會形容為一種嘅師奶式嘅玄學，即係茶餘飯後吹水係可以嘅。如果你係有心去探討八字命理嘅話呢，咁就麻煩將呢啲咁嘅觀念啦就忘記咗去到呢一度啦，可能就有人會同我講，我知天干嘅5合喺書裏邊咧有呢一個嘅意思，就係甲己係中正之合，乙庚係仁義之合，丙辛係威濟之合，丁壬係淫亂之合，戊癸係無情之合。應該係用呢種咁嘅方式去論斷兩者配合嘅好壞。咁如果你係咁樣諗呢，咁同現實嘅距離會差更加遠。如果咁樣嘅話呢，俾你發現身邊有一對情侶，你單單見到佢哋係丁日元同埋壬日元嘅話呢，就話人哋係奸夫淫婦。咁相信熒幕前理性嘅你呢，都會知道呢種咁嘅諗法呢，其實係不可取嘅。咁真正嘅概念係點樣去睇呢？咁其實每一個人嘅八字啦，就好似一本嘅古仔書咁樣。咁故事書裏邊嘅主角啦，係會以呢個嘅日元嚟做定位嘅，去睇佢遇見嘅一切嘅事同埋物。咁過去啦，我都有用過馬斯克嘅八字咧去演繹一個人嘅得失，但係喺呢一度嘅話咧，我就唔重溫啦。咁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自己揾翻嗰段影片去睇。每一個人嘅故事書裏邊啦，人物嘅定位咧都係有啲唔同嘅。以揾呢個嘅妻星字嘅老婆嚟做例子啦，甲木日元克丑土十神咧係正財星，所以咧丑呢個位置咧人物方面就係妻星嚟嘅。當我哋定咗人物嘅位置之後咧，就可以按照呢一個位置啦嚟論斷命主同埋太太之間嘅關係好壞同埋相處方式。所有嘅答案咧都會喺呢一個位置去揾嘅。當然配對嗰陣時咧，八字盤係有兩個嘅，就好似喺你面前同時打開兩本故事書，左手邊嗰本書咧就風景如畫，右手邊嗰本書咧就如同戰場一般。如果係以師奶式嘅玄學方式去睇嘅話咧，甲日元配上呢個嘅己日元嘅話咧，
天干日元相合係代表好噶嘛，但係記住呢個方式咧係唔可取嘅。如果用呢個方式去斷事嘅話咧，有陣時真係死咗都唔知咩事嘅。咁當然，如果配對嗰陣時可以選擇嘅話咧，咁最好就揀一本風景如畫嘅故事書啦。咁結緣咧係要小心嘅。如果揀錯咗嘅話咧，咁你會代入咗人哋嗰本故事書裏邊。結局如何呢？咁就要同時一齊睇翻你自己啦。補充多一點，咁除咗天干五合嘅話呢，咁單一觀察地支嘅刑啦、沖啦、合啦、破啦，我個人嚟講都覺得不可取嘅，即係卯酉沖唔好，屬雞同埋屬兔嘅人呢就唔係好夾嘅。相反呢，辰酉合金，屬龍同埋屬雞呢就好夾得嚟嘅。咁呢啲啦，咁茶餘飯後係可以嘅，但係呢就唔好當真啊。咁我再延伸多一個問題，咁係咪喺八字裏邊呢揾出一個人物嘅定位，就可以論斷兩者之間嘅關係呢？咁呢一刻你可能好想打爆我，好似古惑的槍咁，一時又射前面，一時射後面，咁好難去捉摸。咁其實呢就唔係嘅，只不過係我想大家思考嘅方式呢唔好太單一，唔好忘記八字呢唔係淨係論呢一個嘅原局嘅，仲有呢個嘅大運同埋流年存在。八字命局裏邊呢，咁除咗四柱之外呢，我哋仲有大運同埋流年，咁呢兩柱呢唔係固定嘅。大運啦就每10年換一次，流年呢就每1年就換一次。所以啦，八字裏邊嘅事啦同埋物呢，甚至乎人物嘅話呢，都冇呢一個永恆嘅關係，係會不斷咁樣變化嘅。咁我哋就用翻可伯同埋何太嘅例子咧。咁2024年咧就相親相愛噶嘛，咁唔理家人嘅反對咧都要走埋一齊。咁去到2025年咧就反目成仇啦。咁所以喺唔同嘅時間軸咧，人嘅關係咧係唔停咁樣去改變嘅。咁論八字嗰陣時咧就唔可以忽略呢一點。所以做人物配對嗰陣時咧，最基本嘅做法啦，第一點就係揾出嗰個人物嘅定位，第二點就係唔可以忽略時間嘅變數。咁我哋就嚟做一個例子啦，令到大家更加清晰一啲。咁配對呢，唔一定係男女之間嘅關係噶嘛，咁合作夥伴都可以噶嘛。咁今次我哋就以甲子日柱嚟做例子。第一點呢，我哋先揾出人物嘅定位先。咁旁邊呢係甲寅月柱。用五行去比較兩者之間嘅關係啦，咁木同木咧係相同嘅五行，所以甲寅咧會係比劫星，現實世界啦係朋友、同事同埋合作夥伴，單以呢一個位置去定人物關係，兩者都係甲木，屬於樹幹嘅木嚟嘅，多一個人多一份承擔係一件好事嚟嘅，人多好辦事啊嘛。跟住落嚟啦，就係第二點，咁揾出變數嘅組合。咁例如啦，今年2025年乙巳年，原本係身邊嘅人呢一齊承擔嘅，但係因為時間軸嘅出現啦，乙巳年關係就出問題啦。自五行屬火係食傷星，代表一個人嘅想法、行為甚至乎計劃。由於出現刑害嘅關係啦，所以會出現意見不合而拆夥嘅情況。咁喺八字配對嘅時候啦，如果你發現有呢種咁嘅情況呢，同呢一個人合作定唔合作好呢？咁你自己就要諗清楚啦，得唔得？總括嚟講咧，用八字去論人物嘅配合或者配對嘅關係啦，係需要準確嘅定位，再加上時間軸嘅演算，先至得到一個較為準確嘅答案。因為人際又或者事物嘅關係啦，係唔會有一個永遠嘅好，又或者係永遠嘅壞嘅，需要喺流動嘅時間裏邊咧，揾出一個較為精確嘅答案。2025年八字課程已經招生啦，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想了解更加多嘅詳情，可以去到以下網站去了解下招生嘅狀況同埋開課日期。今次呢個視頻就到呢一度，如果中意今集所講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我之後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娛樂上面嘅知識。多謝收睇，我哋下次見，拜拜。